班，谢谢谢谢。多点的音乐，好通我的风吹散。白色的花间，犹原搁在伫遐。同款，早着迄阵，无声的牵挂。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了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容异乡的囡仔，梦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镜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偷偷仔行。谢谢你们，让我近距离的看一下你们，好不好？耶，谢谢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耶，想起了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梦伊的身影。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开镜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，偷偷仔行。谢谢我北中南的粉丝们，他们今天感谢，你是不是会伫故乡等待我？我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寒。思念的声，唱出了牵挂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一直笑我笑命命。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会想起看着我的名。我们可以喊一下我的名字吗？来，1、2、3。谢谢梦香，谢谢所有朋友，谢谢吴凯。
我爱鬼哦。没，我来找你的话，我来找你。感谢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好听啦！是。咱愈晚听到这个歌，会愈感动。哎，日头哥哈你圆，哦，不是日头啦，维尼哥哈你圆。我跟你对啊，给你我出来，给你我。你是安怎啦？我不是暗时啊，才开始唱到天光哦。啊，你跨年那咱个当作跨年的唱，对啊，咱即摆今11点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日出啊。来，有林东嘛吼，日出嘛，咱唱到天光好不好？日出。哎，乡长，明年跨年晚会真的跟他拼了，拼了，一定要办一下。咱今仔日都参加跨年晚会，而且今天卡斯太强了啦。阿吼，太强大。阿吼，我有空。有。先安排了来，现在还来得及哦，快点！对，等一下我就没空喽。这么严格哦，好严格哦。对，在这边呢，先恭喜一下昌宪要发新专辑。留下。无言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但是更较有闲，爱去看你演唱会啊！哦，各位适合12月4号，希望大家会当来小巨蛋调啊第一届小巨蛋哦，第一届哦。对。而且你有法度，等于恁今仔日听到算是甲恁暖场一下。谢谢。做一人当作我已经开3届小巨蛋的演唱会。对咧，你对2月演到几月？5月。5月。今嘛是12月。对哦，然后许富凯你唱了3次的小巨蛋哦，我想说哇，这个是我的目标，很希望有，但是下一个月这是我的第1场，对，人生的第1场小巨蛋，对，好哥怎么样？我也想要开一场，那总之乡长会帮忙的，在我家的小房间，还是小便池也可以，小便斗嘞，不要这样子，对我很没礼貌哦，你哦，你是有价值的，哎呦。哎，谢谢你跟我讲，不然我也知道嘞。真的，好啦，大家很期待啦。真的谢谢。尤其今天呢，我们这么大的规模的演唱会，压轴巨星，请到的就是金曲歌王许富凯。谢谢。那说实在话，再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尾，让我们每个人呢留到最好的回忆，进入他的梦乡。好啊，刚刚差点要下雨嘛，但是天公作美，又把雨收回去。那带来这一首《好算景》，好算景，哇，你可是就要看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不知道你现在那么会讲故事。毕竟之前有主持节目《黄金年代》啊，对啦，彩华姐啊，请假请就久的啊。哎，无啦，这我开始嘛无啊啦。而且，对啊，你一离开沈哥跟失智一样，因为他就觉得富凯不在了，富凯不在了这样子，你是他的定心丸呐。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再合作。而且最近有戏剧正在昂哎，面部客栈，哎对嘞，对，我有没有在关注？谢谢。对不对？最近听讲开真侪钱来翕的哦。叶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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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摕6000几万。无啦，你有别讲。不要救。哦，汤美云老师，哇，真的很厉害耶！听说第1单元就中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来到了第2个主题了，是不是？第3个主题了。讲迄第1名咧，面部客栈，面部客栈，嘿，公司甲平时拢有咧，超有趣的，我有看，真的大家可以支持，好不好？到处都有许富凯的好消息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带来这首歌曲《好算景》，会唱的一起唱，谢谢。